甘愿为你来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。人生的路途有甜也有苦，有情免惊缘分薄。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虽然看无咱前途。坎坷的情路，沉重的脚步，害阮不知要如何。路愈大，路愈行愈宽，心愈来愈寒。阮的梦你若知影，也袂放阮想拖磨。只要你做伴，阮已经对路你的梦，希望你会来听疼。妈妈去台北啊！阿哥，再见！妈，不要去台北了。同阿姐，妈妈是，去台北只是妈妈拖到你啦，紧回去。老师，我不爱归你，我在求求啊，你也可以啊，你别跟我走，我不爱去台北，我不爱去啦。你还听不是话？你也教我妈跟你台北，知影无？爱做一个乖孩子，好。有闲老师去台北看你，好。妈，我爱去台北，我不爱去啦。妈妈嘛唔甘你，妈妈嘛唔甘你去台北，你唔好讲。你别讲这句话去啦！你也无去台北，恁台北的妈妈免怎？老师，妈妈。啊，阿母啊，我听讲你是啥，阮亲戚要来搬来住庄卡。对啊，爱就为了阿芬啊，讲要放弃台北事业啦，改未婚妻啦。因老爸去这团脑冲过过身去呢。当时嘛讲要吼，请老母来庄卡住。我看因老母若无来遮住，别留伊一个伫台北，伊敢会放心的呢？有影，啊是讲代志哪会变甲安尼啦？生开吼，讲实在啊，姨父总也足可怜的。人讲吼，有钱人也无一定买到爱情啊。我实在吼，退伊吼足可怜的。有影。听恁爸爸的过身，无得讲会互当冷静一下，想淡薄仔代志，无一定，伊就会回心转意。莫讲啊，你哪会变甲遮尔无志气咧？也毋过，万一
伊雅玲啊，伊雅玲，你像是一个胜利者，伊像是一个控制局势的人。喂，我是。你啥物人？你莫问我是啥物人，3点你若去遐，你就会知影是啥物代志。啊，我也毋捌你，咱是要哪见面？我捌你就好啊。喂，喂。哪里？歹势，互你等哪久？不要紧，坐啊。你的咖啡哪拢无啉？可能冷起来，佫换一杯啊。三星炒面你要调啥物2杯咖啡。条面，看袂出来，你佫真小心，而且佫真体贴无？可能就是伤过小心，伤过体贴，毋知到即摆拢佫交无女朋友。我看毋是，是你的眼光伤过悬。我家己嘛定咧想这个问题呢。你讲了真有道理，可能是我的眼光伤过悬，啊，佫有条件伤歹。你最近甲天年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无啊，多谢。天年。我毋知哪年我拢有约你。无啊，我无约伊啊。我是另外有人约我，啊，伊敢来啊？敢若还袂咧。安尼咱斗阵坐啦，坐啦，坐啦。你要啉啥？恁啊，啊，条面，你何必勉强人咧？无得卡人伫等女朋友，安尼无方便啊。这边有可能啦。约我是查某无毋对，毋过我也毋捌你，袂无方便啊。其实大家拢真坦白。天灵，你是安怎有淡薄无自然呢？你也毋免解释啥物啊，对无？咱两个人是自由啊，你有权利去交女朋友，我嘛有权利交男朋友，对无？所以你今仔日看到我甲条明做伙，你也应该无感觉意外。哪会讲我对我遮来？你是伫咧惊啥物？安怎？我是无够资格做你的女朋友是无？毋是啦，我……哎呀，我是讲哦，恁两个是咧创啥啦？大家拢是好朋友呢，若有啥物话哦，就应该直接讲出来啊。我安尼讲是无够直接是？天然，你毋着讲话。若是要我讲话，我是感觉安尼讲也无毋对啦。伊有权利交另外一个男朋友哦。我毋知恁两个到底是安怎啦。问恁，你不但无爱讲，搁甲我拖我入来啦。恁到底是我当做好朋友无啦？够衰呢！要不要？先走了。要不要？我安尼啦，你继续伫遮等啊，我先来走。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，人生的路途有甜也有苦。我前半个月好好就要退学啊，你啥人功课还袂写好？我甲你讲哦，啥人功课还袂写好的时阵，退学的时阵去学校，老师会做无面子的，你知影无？知影。真好。你还阁有啥物问题？没有。阿吉啦，今仔你是安怎？我就是掉了。哎呦，你老爸
实讲啦，回老讲呢？哈？你是安怎啦？太太叫我莫讲啊！太太，你是安怎把囝弄成安尼嘞？不是啦，是我们在玩球的时候不小心滑倒的。好了，凯凯，你都快升2年级了，要乖一点，知道吗？老师，我知道。囡仔，以后较细腻哦。若无拄好，把你的手骨弄断去，是要安怎嘞？是啊，手骨若是断去，就爱去病院打针吃药，足疼的哦。手骨要用石膏甲伊缝起来，足艰苦的呢。啊，是毋是甲老师有车弄着共款？爱大病大真久真久。是啊，迄当阵你就袂用个写字，搁袂用个出去耍，爱搁老师饲你食饭。你快点过来！哦。什么代志？你看，这个有只好大丛啊呢。真假呢？你看这大丛的，咱这边有这个通食。小慧啊，真哪有这么紧啊？这种水果树吼，一定要有一段时间才会发出水果出来。啊，无什么时阵才会发出水果嘞？差不多爱1、2年的时间哦。等来3天啊。对啊，这天灵交代互你的。天灵爸爸的伤势，拢办好势啊是。啊，毋过我看因兜暂时也无法度平静落来。还阁有啥物代志？因老母的代志啊，雅玲的代志，实足复杂的。这个看天灵本该安怎处理。跟我有啥物关系？讲无，是骗你的啦。那你我应该安怎甲伊斗相共？这我嘛唔知啦。问题就是天灵家个人欣赏啊。我是来去台北一撮。你一个人留到台北，啥物人要照顾你？妈，跟我搬去家己庄脚大人。我免人照顾，我竟然免你照顾，我来家己一个向请，共煮饭、洗衫、拼食个，我3顿，我绝对无问题啦。妈妈，求你好唔好？咱做阵搬落去嘛。迄边的空气足好的，我会好好友好你啦。你搬你家己去搬，你搬落庄脚，完全嘛是为着伊个臭地查某囡仔，对无？如果咱搬去遐，连一间破厝都无，连一个土地嘛无，咱搬去是要食土心。咱会使甲这间厝卖去啊，去庄脚换一间较大间的。我无爱，我无爱。这间厝是恁爸爸买的，伊伫咧遮死的，我嘛要死，在你遮甲伊做破啊！天日，恁爸爸今仔日的死，完全有着迄个臭地臭囡仔死的，你知影吗？假使你若是有伊个后活者，你就赶紧的离开迄个臭地臭囡仔，甲雅玲结婚，完成伊的遗愿，好无？我讲的话，你若是不爱听，我嘛是无管。你搬你家己一个搬去遐大，你家己过你家己的生活。你若有闲，你就转来看我。天日，你是我的囝，永远都是我的囝，我袂怪你。妈。今仔日的百姓啊，安尼死，到底是为什么？到底是为
啥物你讲你讲？天妮，迄天伫餐厅是我想过冲动，请你原谅。莫安尼讲，咱三姐可以搞成跟假。安尼我夜暗就等好好困一下啊。天妮，我伫遮徛真久啊，你甲翁咧讲话我拢总有听，但是哪会变到安尼？我嘛唔知影。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，人生的路途有甜也有陈建芬是一个真朴实、真善良、有正义感、佮有爱心的查某囡仔。嘛是安尼尔，伊嘛是一个甘愿委屈伊家己，嘛袂叫别人受着真正伤害啊。你的意思是讲，伊并无接受你？我袂安尼就放弃。雅莲讲爱我做伊的男朋友，其实是要激你，伊只是希望会当刺激你回心转意。我知影，咱你讲大家伫餐厅拄着，拢是伊一手安排的。你讲无可能会改变？可能。卡出你若要放弃雅莲，我就要约你，要带伊。你恭喜你，祝福你。你莫搁感觉计无见识，你这个大姐姐，你安尼对雅莲敢有公平性？当初你咧读大学的时阵，咱大家拢真喜欢雅莲，经过公平竞争，结果你赢。也毋过你并无实现当初你所讲的话，你并无好好对待雅莲，你将雅莲甲我的心，拢等你涂到地头，你知影？我，我要来家己去见陈建芬。我的事事你莫插捧。天妮，咱的感情敢袂如亲兄弟，我袂当目睭金金看你搁坠落去，啊，毋过需要你照顾，你知影无？我知影啦！我的所作所为我拢知影，我会负责啦。你毋知影，你下铺毋知，你无情毋知，你无义毋知，你良心是伫倒位啊？无一定，我会去找陈建芬，咱搁做一届争执，大家搁公平竞争一届。你会当无你为着伊放弃一切查某囡仔，应该是袂歹。你是咧讲啥？你讲这敢囡仔会使无？足好笑的。你是一个无用人，你莫去浪费你宝贵的时间。这个世间本来足好笑的，交女朋友，娶好某，我有的是时间。你今仔来找我是咧讲这个吼？你即摆若无搁恭喜我，祝福我。啊！你是伫惊啥？但我毋是鬼啊！你是毋是做了啥物歹代志啊？陈正勇，我无闲甲你练小话啊！哎，小等下啦，我有代志要甲你讲。你足烦的呢，有啥物代志你紧讲。我要甲你讲迄个阿呆的代志，讲迄哦戆大呆的代志啊。你是搁要讲阿弟安怎是？阿呆吼，伊甲我拜托，伊讲吼叫我甲斗相共，伊要去做阮小妹啦。那是安尼吼，伊就甲我斗相共，拢叫我约你啦。佮保证吼，绝对你会甲我斗阵做伙。你讲的敢真实嘞？嘿，等我一声甲弹转去，即款卑鄙的小人，若是我要将你小案啦，也无需要甲伊调教交换。这个阿呆哦，表面上看起来是足故意的，
啊，事实上啊，伊拢咧害你啦。你讲伊咧害我？小婉，阿呆即讲吼，伊实无记得你。你莫阁讲，你讲的话我拢袂相信。你应该走。小婉啊，毋是讲吼，我故意要放杀国会。阿呆即讲是足苦的，但阮小秘书啊，一直甲我苦劝，讲叫我约你。啊，阮阿爸嘛希望讲吼，我会当带你，知无？陈庆阳，我拜托你好，你莫跟咱小讲的，逐面在黑白飞。你若唔走哦，我走。哎，帅！好啦，我来走啦。要毋过我是好心的，你都唔通生气的，哈。我走哈。这件代志，我一定要问个清楚。庆阳，你来这是要创啥？我错啥？我看你迄个皮相，想要来安慰你。我无需要你安慰，请你转去。小婉，听我讲，你知我真介意。你即摆是老白讲啥物啊？我是想啦，等两个相做好。啥物叫相好？你莫后白讲好。我就相做好。细汉，你对我讲过，是非爱分明，人情黑白，踮在一个无情现实的社会，事事着爱看详细。妈妈，你交代的话拢有听，人生的路途，阮步步小心行。妈妈，怎样你袂记对我讲，爱情的路这歹行？